就在不久前，在胡信巨浪深度對談中，硅谷最具前瞻判斷力的未來學家海文凱利出一個極具衝擊力的判斷：AI 不會取代你的工作，它只會拿走你的任務。我們真正的誤解是分不清任務和職業。這句話直接擲在當下全球最熱的教育話題上。無論是各國學校加速將 AI 納入課程，還是家長們普遍的焦慮孩子學 AI 未來就真的更有競爭力了嗎？我卻在想，這可能正是問題的開始。我在前7篇系列中反覆強調，工業化刷題已死，AI 拐杖比工業化教育更危險。今天，這海文凱利的洞見，我們把視角拉到下一代身上。當 AI 大規模吞噬確定性任務時，如果仍用全量思維應對，孩子很可能不是被 AI 取代，而是被 AI 徹底架空，失去指揮未來的能力。我把這次拆解濃縮成3個關鍵層面：一、任務消失的真相。AI 正在加速全量教育的復活。回看歷史，蒸汽機拿走了織布的體力，留下了紡織業；電腦拿走了手寫的繁瑣，留下了數據分析。今天 AI 拿走的是寫報告、畫草圖、敲代碼這些確定性的執行任務，卻把更核心的東西還給了人類。海文凱利畫出的3條生死線，正是孩子未來的護城河。責任歸屬 ：AI 算錯題，生成錯誤內容不會負責，但人類必須承擔後果。認知迭代 ，size 參數優化，而人類是真正的認知升級。應對未知 ，AI 擅長預測已知，但在沒有數據的創新無人區，人類的試錯才是最高級的算力。可惜，當 AI 進入學校課程，很多家長和教育者的第一反應仍是讓孩子多刷 AI 題，多練 prompt。這看似與時俱進，實際上是把工業化刷題思維換了件 AI 外衣。我見過太多煎餅悖論式的真實案例，孩子用 AI 幾分鐘就能做出漂亮作業，但關掉工具後，卻無法獨立定義問題、承擔責任、迭代認知。AI 成了最危險的拐杖，它強化了全量任務，卻悄悄吞噬了增量成長的空間。2、組織與學習形態的坍塌，從固定學習到項目式沙盒實驗。海文凱利預言，穩定崗位將徹底消失，工作會變成項目制，你不再躲在公司這座避風港，而是成為一人公司加無數數字員工。就像拍好萊塢大片，為了某個項目快速連接全球資源，項目結束即解散。對下一代來說，這意味住未來的學習不再是坐在教室刷固定科目，而是項目式協作。他們的競爭力不再是單一專業深度，而是調用曬協同的廣度與指揮能力。這正是我長期倡導的哈薩比斯沙盒思維，把學習變成安全、可迭代的沙盒實驗。在沙盒裏，孩子可以大膽定義問題、試錯、模擬世界，而不是被動執行曬給出的答案。在捐邏輯捐不過算法的時代，捐人性、捐指揮力才是唯一的生路。3、能力分水嶺。不要培養可預測的人，要培養不可複製的指揮者。海文凱利給年輕人的建議很毒辣：去追你的熱情，去學那些看似無用的歷史、哲學、藝術、跨界體驗，因為越像標準答案，就越容易被替代；越不可預測，就越不可複製。這句話的解入，正是我系列最核心的原創貢獻：全量 vs 增量區分。全量學習追求確定性答案和快速輸出 AI 最擅長，增量學習則是在無人區試錯、定義新問題、建立獨特認知框架。承擔責任，要真正跨越這條分水嶺，
關鍵在於落地 LCA 人才折疊協議，透過感知語言對世界真實、細膩、多元的感知加 CO 語言5層模型，從 L1 執行士兵 L5 戰略 CO， 把孩子培養成能指揮 AI 的人，而不是被 AI 指揮的執行者。真實案例，在我的教學實踐中，有個原本嚴重依賴 AI 完成作業的孩子，經過3個月 LCA 折疊練習後，從讓 AI 幫我寫轉變為我先提出假設，再用 AI 來驗證和迭代。他的問題定義能力和主動性明顯提升，不再害怕任務被 AI 拿走，因為他已經站在更高的指揮層。當 AI 讓物質極大豐富，工作的意義將從生存工具徹底轉向興趣選擇與存在證明。這對下一代來說，來得比我們想象的更早。AI 進入學校課程不是終點，而是起點。關鍵不在於孩子學不學 AI，而在於我們用什麼思維去教。是繼續用全量刷題加 AI 拐杖製造更多可預測的人，還是勇敢轉向增量沙盒加 LCA 協議，培養真正能定義未來、指揮 AI 的 CEO 人才？我堅信後者才是 AI 時代教育唯一的生路。如果你正在思考細拿走任務之後，孩子的學習重點應該是什麼，或是對如何培養下一代的指揮能力感到困惑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。保持理性樂觀不是性格，而是一種生存策略，因為只要我們還有定義問題、承擔責任、持續迭代的能力，AI 就永遠只是為我們添柴的工具。